护送太子殿下回圣都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到底什么情况，让齐胜这么着急回圣都？娘娘恕罪。行，起来吧。谢娘娘。哦，我都已经在这憋1天了。卑职就是要带你出去透透风的。啊？哎，这人都去哪儿了？太子有吩咐，让您在营帐内好生休养身体。外面风很大，还是不要随意走动为好。哼，哪儿他妈有风啊？太子去哪儿了？把他给我叫回来，我有事找他。太子有事先回圣都了，所以嘱咐卑职们在这照顾您。他一个人回去了？是娘娘。那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回去？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？这个卑职就不清楚了。我有东西落酒王那儿了，你去找他给我拿过来。啊？去啊！娘娘，酒王已经不在营帐内了。什么？他也不在了？是的，娘娘。那这儿他妈还有谁啊？这儿还有几个侍卫和丫鬟供您摘。这他妈是让我自生自灭的节奏啊！娘娘，